Hello， 大家好，我係梁奕婷 Edith， 大家過嚟聽。環球嘅經濟而家好似坐過山車咁樣，又關稅又特朗普又話暫緩啦，唔同嘅政要都出嚟警告，話即將會出現經濟衰退，真係搞到人心惶惶。不過講真啦，國際大局嘅嘢，就連國家領導人都未必真係干涉得到啦。咁我哋小市民最緊要嘅都係要諗下點樣喺動盪之下保護自己。因為講香港政府嘅財赤講咗咁耐，慢慢最近已經延伸到影響我哋一般升斗市民嘅生活啦。除咗公營醫療瘋狂大加價之外，最新喺呢個星期嘅新聞都喺房屋同埋交通上面有新嘅消息。繼房署公布大幅調高公屋富戶嘅租金之後，呢個月房署已經向20幾萬個公屋租戶派發富戶申報表啦。而另一邊廂，房協亦都跟隨房署去收緊富戶政策，更加係擴展到全長者戶添啊！雖然房協同埋房署係兩個唔同嘅機構，但係兩者係會互相參考跟隨㗎。咁公屋嘅全長者戶又會唔會變成下一個被喐嘅對象呢？而本身下年年底先會開始削減嘅長者2元乘車優惠，忽然之間又話會提早推行喎。一時之間，下年長者喺醫療、住屋同埋交通上面被連開3刀啊！咁但係高官議員不但只係冇為市民出過聲，更加唔使減人工添，年底嘅選舉費用仲要大增。究竟詳情係點呢？一齊嚟睇睇。一開始先睇睇有關公屋嘅最新消息。《東方日報》就報道，21萬個公屋租戶獲派申報表，限喺5月31號或之前要填妥交翻俾房屋處。內文就講到，香港房屋委員會已經向21萬個納入新一輪富戶政策申報週期嘅公屋租戶派發富戶政策申報表以及居住情況申報表。房委會就話到提醒租戶必須要喺今年嘅5月31號或之前填妥申報表交翻俾房屋處。兩份嘅申報表喺4月1號已經係派發入去相關租戶嘅信箱裏邊噶啦，其他嘅租戶亦都會喺日後嘅批次會獲發申報表嘅，所以今次冇收到申報表嘅租戶唔使擔心喎。填過表嘅朋友應該都識填噶啦。居住情況申報表就係好簡單嘅表格，剔幾個格啦，簽翻個名就得。咁但係富戶申報表就相對複雜啦，係需要報晒全家嘅入息同埋資產嘅。最新2025年嘅房委會富戶政策入息同埋資產限額已經公布咗，並且就喺4月1號生效埋。大家報嘅入息數字，如果落入咗喺而家熒光幕上面呢兩欄嘅範圍嘅話，喺最新嘅富戶政策底下，下年就會有機會要俾2倍半至到4倍半嘅租金。如果今次冇收到表啦，咁就有機會喺今年10月嘅時候嗰個申報週期收到表啦。而家房署係捉得好嚴嘅，例如資產上面啦，係已經會查埋租戶大陸有冇樓，如果冇報到大陸嗰層樓嘅話，可能係會沒收嗰間公屋㗎。已經有唔少人係中咗招嘅。明報都報道啦，話喺收緊富戶政策底下，被沒收公屋而提出上訴嘅個案係大增咗70%半㗎。房委會嘅委員都講到啦，有個別嘅租戶係因為涉及一啲家庭關係不和，所以就冇如實申報嗰個情況嘅。咁但係就算講乜都好，好大部分嘅個案最後都係冇情講。而另一方面啦，有另一單相關嘅細新聞，亦都值得大家嘅留意㗎。明報就報道話，房協係發出咗一個新嘅租約，住戶係需要納入去富戶政策規管嘅。內文就講到話，房協今年初曾經就表示話，打算喺5年之內就會將富戶政策涵蓋轄下所有嘅出租屋邨租戶嘅，但係而家就會提早咗做喎，喺明年年底就會全面落實。房協就講到話，今年9月份開始就會分階段向25000個未納入富戶政策規管嘅住戶去發出一個新嘅租約，同意嘅人就要接受納入富戶政策規管嘅，
唔同意嘅話咧就要提交一個拒絕嘅回條，但係咧如果拒絕嘅話，最多就只能夠額外住多4個月啫。咁4個月之後咧就要遷出個單位啦。房協就話有關嘅措施率先咧係會向全部嘅非長者戶推行嘅。咁但係出年8月嘅時候就會延伸到去全長者戶啦，預計去到2026年嘅11月，全數大概3萬個租戶都會受到規管㗎。嗱，呢單新聞話大唔大，話細唔細啦，咁但係意味就非常之深遠啦，因為呢一次咧係第一次有機構就住住屋嘅問題直接向全長者戶出招嘅，係冇任何租戶而家係可以獲得豁免㗎。嗱，雖然房協同埋房委會同樣都係提供公屋，咁但係佢哋兩個係唔同嘅機構嚟㗎。房協咧就只係得20幾條出租屋邨嘅啫，咁旗下就大概只係得3萬幾個租戶，咁影響嘅人就相對少嘅。咁而且因為一啲歷史遺留落嚟嘅原因啦，房協嘅權力咧就遠遠冇房委會咁大。嗱，譬如話啦，房委會係會有房屋條例俾權力佢去檢控一啲虛報資料嘅人，咁但係房協咧就好搞笑喎，係冇條例去俾權力佢去檢控人嘅。所以房協最強力嘅招數只係叫人去遷出嘅啫，亦都因為咁樣，房協一直遲遲都未落實呢個富戶政策㗎。不過經過幾次申訴專員批評房協之後，房協由今年開始不但只係會擴展呢個富戶政策去到所有非長者戶啦，咁而且由下年8月開始，更加係會延伸到去全長者戶添啊！亦即係話全長者戶以後亦都要同時申報入息同埋資產，超額嘅話亦都會需要交雙倍租金，甚至會有其他後果添。雖然房協影響嘅人唔算好多，咁但係房協同埋房委會一直咧都係一個互相跟隨嘅關係㗎，兩者嘅政策都牽涉住公屋，唔能夠相差太遠嘅。房協主席凌家勤上個禮拜喺訪問裏邊就講過，話富戶政策嘅安排，房協係會盡量同房委會一致㗎。要跟隨房委會嘅話，加富戶嘅租金係絕對可以理解。咁但係房委會係冇喐到全長者戶嘅喎，咁點解房協又會咁樣做呢？係咪房委會其實都有諗過想喐全長者戶，但係唔夠膽一下子去做啊？就喺房協嗰度小試牛刀先呢？而家全長者戶啦，可以話係公屋富戶嘅最後一條防線，因為屋企嘅入息啊或者係資產超咗都好啦，甚或乎出邊咧係有幾層私樓都好，只要除名嘅時候，除到咧剩翻只係年滿60歲或以上嘅父母，不單止係唔需要交還翻嗰間公屋啦，亦都唔需要交幾倍嘅租金，亦都咧係唔需要調去細單位嘅，係最容易獲得豁免嘅方法嚟㗎。咁而家房協咧已經係率先打破咗呢個全長者戶唔能夠喐嘅呢條規矩啦，房署又會唔會緊隨其後呢？相信咁樣做嘅話，就會有人贊成，有人唔贊成啦。咁但係似乎可以睇到長者已經唔再係牢不可破嘅一個防護網啦。而除咗房屋之外，交通上面亦都有最新消息。本身原定下年9月開始削減嘅長者2蚊乘車優惠，有高官就宣布會提早推行喎。根據《星島日報》嘅報導，2蚊乘車優惠上面，勞福局就話2蚊兩折咧將會喺明年嘅4月推行，會比原定嘅計劃提早5個月㗎，而車程設上限就會喺2027年實行啦。內文就講到，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喺特別財委會上面就表示，原本長者2蚊兩折嘅計劃係打算唔遲於2026年嘅9月實施嘅，咁但係佢就話明白大家都想盡早實施，就話經過同八達通公司同埋交通嘅營辦商磋商之後，呢個2蚊兩折嘅方案就會喺明年嘅4月推行啦，咁就會比原先估計大概咧係早咗5個月推行嘅，就話咁樣做嘅話可以額外節省2億6千萬喎。咁至於優惠車程設限嘅方案，亦即係話每個月咧就只能夠搭240程車。孫玉菡就預計將會喺2蚊兩折嘅方案推行大概1年之後實施，亦即係話大概2027年嘅4月左右。
佢就講到啦，話對於財政嘅影響，2蚊2折係最重要㗎，所以咧就會爭取呢個計劃先實施喎。平時政府嘅效率係點樣？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㗎啦。咁但係講到削減長者福利咯，突然效率變到非常之高，仲可以提早執行添啊！最好笑嘅係乜嘢呢？作為代議士嘅尊貴嘅立法會議員，喺會議上面咧，竟然係冇人為長者出聲㗎。就好似咧選委界別嘅蘇長榮啦，咁呢個議員相信好多人都未必知道佢係乜水，連婷婷都唔係好知道佢係咩樣。不過佢最關心嘅，竟然就係八達通能唔能夠升級個系統喎。喺個會議上面講呢樣嘢，真係唔講以為佢搞緊笑啊！而仲有街知巷聞去幫某位仁兄代言嘅嗰位基督教牧師管浩鳴啦，作為立法會議員嘅佢，亦都真係好破格㗎。不但止咧係力撐大削長者嘅2蚊車，亦都支持取消咧中小學生嘅2500蚊學生津貼，就更加認為大幅增加急症室嘅收費做得非常之好添啊！呢個宗教界嘅人物咧，佢咁為我哋香港市民着想，究竟佢又揾緊幾多錢一個月呢？其實都係一個謎嚟㗎，因為佢咧不但止有立法會議員過10萬嘅人工，亦都係兼任緊香港聖公會大主教事工發展顧問嘅受薪工作嘅。咁佢就冇申報到呢份工究竟揾緊幾多錢個月啦。咁但係一個相關接近嘅職位，譬如話聖公會福利協會嘅總幹事咁講，月薪咧係講緊26萬嘅。嗱，好似管浩鳴咁樣嘅人啦，拎住納稅人有份貢獻10幾20萬嘅人工，已經唔使你做選舉啦，亦都唔使你經過選票嘅洗禮，竟然仲日日倡議削減納稅人嘅福利，真係佢好唔好意思嘅呢？而且仲有公營醫療大幅加價，政黨民建聯就竟然形容咧係大刀闊斧，就話係推動慢性共治計劃嘅契機。咁有冇人咧去提過配藥而家係貴咗4-5倍呢？又有冇人咧去為基層提出過反對嘅聲音呢？點解經濟唔好嘅時候，高官管理得差，使咗咁多無謂錢，搞到香港嚴重財赤？喺咁嘅情況底下，竟然係率先去揾長者同埋基層去開刀呢？點解高官議員又唔使負責，唔使減人工呢？連《東方日報》都批評啦，話立法會成日搞埋啲小學雞嘅鬧劇，究竟係唔係真係需要90個議員啊？而年底又係立法會選舉啦，政府預留做立法會選舉宣傳嘅經費，竟然係比上屆增加咗成70%喎，唔通慳喺長者同埋基層上面嘅錢就抌咗落去選舉裏邊？有來自香港另一個傳媒風聲仲話，今年年底嘅立法會選舉劍指至少有30%嘅投票率，仲話咧可能會推出一啲獨立嘅候選人出嚟去谷黃票啊！睇返傳媒嘅形容啦，有網民就估計嗰位所謂獨立嘅候選人就係好多年前嘅嗰位政治人物維園阿哥任亮憲啦。咁唔少網民就覺得真係嘥氣啊！與其搞咁鬼多無謂嘢，又話要宣傳啊，又話要推一啲獨立候選人啊，咁點解而家香港政府唔能夠好好地搞好個經濟，支撐好香港人嘅福利呢？計下，下年開始基層都相當大鑊。元旦開始咧，公營醫療就會大幅加價，而去到4月份嘅時候，長者嘅2蚊車就再唔係淨係2蚊，就會變成2蚊2折喎。咁而去到咧年底啊，即係10月份開始啦，就會去加呢個公屋嘅富戶租金啦。咁而期間仲會唔會有其他嘅福利削減，仲係未知之數添。但係喺咁嘅情況底下，高官議員繼續唔使減人工，而且抌喺立法會上面嘅經費只有越嚟越多嘅趨勢。咁樣係咪叫做肥上瘦下呢？唔知道各位網友又點睇？又或者喺年底嘅立法會選舉上面又有冇啲乜嘢睇法呢？不妨都可以留個言一齊傾下偈。今日婷婷就講到呢度先啦。如果支持婷婷製作更多影片嘅話，歡迎可以免費訂閱咗婷婷嘅頻道，睇多幾個廣告或者睇廣告越長，就係對婷婷最大嘅支持。下節再傾過，拜拜。